喺黃沙水產交易市場，各類鮮蝦活魚琳琅滿目，擺滿咗一排。新鮮生猛嘅海鮮當然係最搶手嘅，但係喺凌晨嘅交易中，泥頭嘅貨就零舍搶手。佢獨沽一味，只賣肥美鮮肉，但係就比生猛海鮮賣得更加快。佢銷售時間段呢係凌晨嘅12點到次日嘅早上6點鐘。每日凌晨，泥頭嘅2部大貨車進入咗市場嘅停車場內，藍色大桶裏面裝滿咗蜆肉。從外觀上嚟睇，呢批蜆肉顏值超高，就好似啱啱被剝殼挖出嚟咁，肉質肥美新鮮。2貨車嘅肥美蜆肉就俾酒店食肆嘅人採購一空。比較有彈性，同埋咧色澤啦會光亮得好多，即係我啲市民嚟講又好食又好彈。不過有人爆料話呢啲新鮮肥美嘅蜆肉竟然係經過整容嘅，整容前嘅蜆肉肉身乾癟，顏色蠟黃；整容之後肉質有咗彈性，色澤混亂，前後嘅顏值差別甚大。呢個到底係咩回事呢？嚴重超標嘅，添加咗工業用嘅價錢。接到舉報，荔灣警方聯合食藥監部門即刻喺現場對泥頭運嚟嘅蜆肉進行抽樣檢測，結果嚇到嚟攞貨嘅人面都青埋。抽住嘅32批次當中咧，有20批次都係檢出嘅甲醛超標啊！佢含量咧就係290幾至350幾毫克每公斤嘅含量之間。難怪呢啲蜆肉能夠如此肥美，喺光鮮嘅外表之下，竟然深含劇毒。肥美完全係浸泡甲醛嘅整容效果。佢加咗甲醛之後咧，浸泡咗之後咧，佢每一粒咧會膨脹、光澤會靚咗。工業甲醛係致癌物質，過量服用含甲醛嘅毒蜆肉會引起口鼻過敏，長期食用有可能會誘發癌症。根據檢測結果，荔灣警方當場就控制咗泥頭等現場售賣毒蜆肉嘅犯罪嫌疑人，繳獲涉案嘅毒蜆肉2.5噸。2.5噸毒蜆肉係咩概念呢？我只能夠話你知，炒一碟蜆肉炒個韭菜有半斤到就已經足夠有突噶啦。鑒於甲醛有一定嘅刺激氣味啊，佢哋絕對唔會喺市場附近做呢啲嘢嘅。究竟泥頭嘅貨邊度嚟嘅呢？除咗泥頭呢度，仲有冇地方亦都出售呢啲毒蜆肉呢？警視記者跟隨執法人員獨家尋訪毒蜆肉嘅源頭。喺距離黃沙水產市場70公里嘅中山市工業園區內，執法人員帶住記者揾到呢忽零舍偏僻嘅角落，出入只有呢條爛泥路。藏匿喺呢度嘅大鐵棚，遠睇好似一個普通嘅倉庫，周圍用鐵絲網圍住。冒咗煙啊，係嘛？越近鐵棚，溫度就越低。呢度居然係裝備齊全嘅冷庫，裏面分為3個房間，每個房間都係一個大冷庫。那個水啊，還有桶裏面呢，那些都有甲醛的成分在裏面。我們昨天那個化驗過，這個揮發出來還有含有那個甲醛的成分。呢位執法文警講，佢從尋晚開始清點現場，期間雖然已經做咗防護，但係喉嚨依然出現不適反應。佢話喺以往類似嘅執法中，仲未遇到過呢種情況。我自己嘅感覺咧都有不適，想咬頭，喉嚨咧有不適嘅感覺，因為佢呢啲工業甲醛咧，刺激味道係比較夠濃嘅。冷庫嘅空氣中竟然都含有甲醛，可想而知加工毒蜆肉嘅甲醛用量。一個浸泡嘅地方，打開庫門咧，嗰啲刺激性嘅味道係比較濃。執法人員介紹，位於大鐵棚中間嘅冷庫就係浸泡蜆肉嘅地方，兩邊分別擺放住藍色同白色嘅塑料桶，入邊都裝滿咗蜆肉。
執法人員話，浸泡甲醛就係喺呢個冷庫完成嘅。嗰個白色嘅桶就係進貨翻嚟嘅，未加工嘅；藍色嘅桶就係經過加工嘅，就係經過加工咗之後，咁啊嗰啲蜆肉咧就變得有毒有害啦，含甲醛啦。白色塑料桶內裝嘅係從外地運過嚟嘅蜆肉，經過檢測並未發現甲醛嘅含量，但係喺提取藍色塑料桶嘅蜆肉抽檢嗰陣，接觸到蜆肉嘅檢測人員竟然已經出現咗不適。搞热水了，还摸，对，有点痛。上次通過現場化驗，藍色膠桶內嘅蜆肉係浸咗甲醛嘅。甲醛浸泡之後，蜆肉個頭增大，色澤變白。用雙手擠壓，蜆肉變得非常有彈性，而且有刺鼻嘅味道。就係為咗浸泡咧，而達到咧一個賣相嘅效果比較好。打開最右側嘅冷庫大門，一排排藍色嘅塑料桶喺白霧中若隱若現。經過檢測，桶內裝嘅都係經過甲醛浸泡嘅蜆肉。黃沙水產市場嘅肥美蜆肉就係從呢度送出嘅。每日大概到2到3噸進行到黃沙店進行銷售。嫌疑人泥頭公認，自2013年初開始，佢哋開始浸泡毒蜆肉，每日用2台貨車向黃沙水產市場運送2-3噸毒蜆肉，一周都唔會變質。現在掌握嘅，佢進貨咧係一斤係4到5蚊雞度，然後咧係乾嘅，即係佢係新鮮未摻水，佢經過加工摻水，咁啊然後銷售啦係8蚊雞1斤度。荔灣警方喺中山嘅生產窩點查獲咗138噸有毒蜆肉，5名涉案人員已經因為涉嫌生產、製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批准逮捕。目前警方正對呢啲毒蜆肉嘅去向作進一步調查，犯罪嫌疑人因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甲醛係國家明令禁止喺食品加工當中添加同使用嘅，有研究證明係直接嘅致癌物。記者發現喺現場遺留有唔少嘅口罩同埋手套，係犯罪嫌疑人喺用甲醛浸泡蜆肉嘅時候使用嘅。惡毒嘅商家顯然知道甲醛嘅危害啊，但係仲夠膽大量咁批發俾人，呢個簡直係投毒嘅行為啊！法律必定係會嚴懲呢啲喪心病狂嘅犯罪團夥。